吴敬堂义政社今天带来的是官将手的表演。新化吴敬堂官将手是由郑寿宫负责人王延守所创立，师承台北艋舺广敬堂的系统。所有的成员们都有各自的工作，他们在工作之余也非常辛勤的练习我们传统的艺术的表演。今天是有6位来自那拔国小的小朋友，以及3位吴敬堂的官将手，将为我们带来传承的表演。红哈二将，前李演将军，顺风耳将军。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。
坐那里。